下课，我都会去荡秋千哦。真的吗？我每次荡秋千都荡不起来耶。亮亮，你刚刚说你会雕公公哎，是真的吗？彤彤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说雕公公哎，就是荡秋千的意思啊。是啊，那彤彤姐姐，你以前下课的时候最喜欢做什么呢？我以前下课的时候最喜欢去跳舞了。那时候大家还给我一个称号，叫做武林高手哦。彤彤姐姐是武林高手，我是荡秋千高手。那默默，你要当什么高手呢？我要当赛跑高手，因为我每次赛跑都得第1名哦。哇，那这样一来的话，我是武林高手，亮亮是雕公公的高手，默默就是走熊狗高手咯。彤彤姐姐，走熊狗是什么啊？是赛跑吗？答对了，默默很聪明哦。走熊狗就是赛跑的意思。大家都是高手，哇，我们大家都好厉害哦！他在做什么呢？雕公公哎，荡秋千。雕公公哎，荡秋千。他在做什么呢？雕公公哎，他在荡秋千。他们在做什么？跳舞，跳舞，跳舞，跳舞。他们在公园里做什么呢？跳舞，他们在公园里跳舞。他们在做什么呢？走熊狗，赛跑。走熊狗，赛跑。他们在操场做什么呢？走熊狗，他们在操场赛跑。亮亮好厉害哦！雕公公哎，跳舞，走熊狗，3句客家话，小朋友都学会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磊亮。